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4月2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消费，聊聊消费降级，聊聊消费熄火。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一季度的经济运行的一些数据，从这个数据能看到，2026年3月消费呈现典型的倒春寒。什么意思？就是2月份看上去还行，或者1月份也还可以，但是到了3月份突然又延续到2025年12月份那个寒冷倒春寒，节后修复明显弱于季节性。财通证券它有一篇这个研究报告，叫消费为何倒春寒。他就指出说，从历史同期来看，2022年到2025年春节后，消费通常在3月快速修复，并于5到6月进入一轮明显的环比上行区间，体现节后需求回补，如消费动能释放。但2020年却出现反常，节后需求修复明显偏慢。他这个报告很长，我们只是介绍一下观点。从这个观点他解读2020年3月份消费。第一个，他说从商品与餐饮来看，3月涉零倒春寒源于权重占比明显较高的商品消费增速回落，餐饮增速虽维持了相对较高的水平，但自身也在放缓，且权重有限，对冲作用不足。其二，从销售主体来看，限额以上由稳定器转为拖累项，限额以上企业更多集中于可选消费与地产链相关领域，受居民预期偏弱、国补力度或税收优惠减弱等拖累更为明显，而限额以下虽保持增长，但难以完全对冲。第三个，从消费品类型来看，消费品的类型高权重可选项，比如说汽车、家电、服装，贡献率同步下滑，是涉零走弱的核心原因。从供给端就是渠道看，2020年3月限额以上消费整体转弱，本质上是传统渠道走弱的结果。从电商数据验证，同样呈现一致结构。3月电商销售中，食品饮料、个护等必选消费贡献率合计 40%， 仍维持正增长，并提供主要拉动。而 3C 数码、家电、家具、服饰等可选消费贡献率虽高，但同比普遍转负或显著下降，对整体形势形成拖累。从销售方式来看，2020年3月涉零倒春寒并不只是线下修复偏慢，更重要的是线上消费明显转弱，而在线下仍提供支撑，但修复力度有限的情况下，线上回落对总量形成了更直接的拖累。第五个，从销售区域来看，3月涉零下滑并非由区域结构变化所致，而是城镇端需求走弱的结果。进一步从吃穿用的需求属性来看，可以更清晰地刻画消费内部分层。作为必选消费，吃类仍是当前消费的稳定器，穿是边际走弱的重要来源，而用则体现出更强的顺周期特征。用的动能减弱是当前消费走弱的核心拖累，就是吃穿用。吃是刚需啊，不吃不行，起到一个稳定器的作用。但是穿这个明显的就走弱了。穿走弱什么意思？那大家就是一件衣服紧着穿呗，不再买衣服了，鞋子一双穿到破为止，体现出能不花钱就不花钱。2020年3月涉零走弱的主线和背后原因，认为节后需求未能修复，可选与耐用品先行回落，集中拖累线下与限额以上，再导致在高权重放大下带动商品消费整体走弱，导致餐饮、线上与农村虽有支撑，但不足以对冲，最终形成涉零倒春寒。从结构数据来看，3月消费的弱主要体现在汽车、家电、家具这些单价高的可选品类上，而这些品类在去年刚好有购置税减免、国补等补贴政策，因此透支是3月涉零倒春寒的主因。后续随着节后扰动消退与促销节点的到来，消费有望进入弱修复区间。
最后的结论是：一、居民收入与就业预期修复不及预期；二、地产链条修复不及预期，也就是说，所谓的房地产小阳春不及预期；三是线下消费场景恢复不及预期。这个是财通证券它的一份研报的核心观点，它后面特别长，有数字有图表，咱们就不介绍了，咱们只是介绍要印象中我们说了宏观经济那个指标都非常漂亮， GDP 5%，人均可支配收入好像又涨了，但是牛马依然感受不到什么喜悦或者轻松，牛马感受的是压力越来越大，越焦虑，这是为什么？那么消费的倒春寒也能说明问题，内需不足啊，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身边。它跟外贸数字还不一样，外贸好像我们也没沾着光，我们也感受不到外贸2位数增长，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身边的小店在关门，大家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大家越来越卷，大家有可能工作是朝不保夕，大家的收入在下降。这么说比较抽象，所以我们就要举一个现在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很多人恐怕也关注到了，那就是音乐节退烧。曾几何时，中国大地上到处都兴起了音乐节，举办音乐节，什么草莓音乐节，各种各样的音乐节，应该是我的印象中好像在10多年前突然火起来，最后好像是河南什么音乐节，结果一个收破烂的进去，把人家的帐篷包电脑包都给收走了。这些东西至少说明音乐节很火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音乐节好像就越来越淡了。新加坡联合早报4月20号刊登一篇报道，叫中国音乐节退烧，谁泼了冷水。他这个报道他说中国音乐节已经退烧了，就是没有以前那么火热，他认为是有人泼了冷水。我们看到观点实际上不是，他说过去2-3年中国年轻人抢音乐节门票的手速不输抢演唱会，没想到如今很多人等来的不是音乐节开票通知，而是一纸因不可抗力取消或延期的公告。曾经一票难求的音乐节怎么突然不香了？据统计，他说今年来中国各地已有至少10场音乐节，就短短的4个月就有10场音乐节在开票后卖票了，已经票都卖了，宣布取消或延期。原定于4月11日至12日举行的洋葱飞船音乐节大湾区站，在开演前一天临时宣布延期，演出阵容包括李宇春、华晨宇等知名歌手。这是为什么呢？回看这股热潮，2023年是相当代表性的一年，那是中国防疫政策调整后的第一年。中国证券网引述小鹿角智库报告称，扣除延期及取消的音乐节后，中国当年实际落地的音乐节数量达560场，创下历来新高。全国一年音乐节居然560场，也就是一天1场多，对不对？2天3场，全国多火爆。报告显示，当年音乐节落地数量最多的3个省份分别为浙江、山东和广东，都是经济较为活跃、消费力较强的沿海地区。同时，这股音乐节热潮也在向一些2线及以下城市蔓延。分析认为，音乐节在疫后爆红有多重原因，这包括疫情期间被压抑许久的社交、娱乐与情绪释放需求集中反弹，形成报复性消费与出游热潮，而音乐节同时满足看演出、社交打卡和短途旅行等需求。一场热门音乐节能带动酒店、餐饮、交通以及周边旅游，因此不少地方政府都抢着举办音乐节。不过，这股热潮来得快，退得也快。微信公众号独谋引述小鹿角智库统计，2024年音乐节数量回落至380场，虽然仍高于疫情前2019年的257场，但较2023年高峰明显下滑。至于2025年，目前还没有确切统计数字，但微信公众号南都娱乐引述长期关注音乐节市场博主叫毒蘑菇音乐现场统计，去年取消
或延期的音乐节数量就超过了50场。你看，明显的这个就是高峰期在2023年达到500多场，开始下滑。2025年就不行了，各种音乐节开始取消了。音乐节为何遇冷呢？据南都娱乐不完全统计说，今年已有10场音乐节在开票后宣布取消和延期，这才3个多月、4个月就已经有10场音乐节取消了，其中不乏临近开演前，就马上就要演了，马上就要音乐节开节了，才仓促发公告的情况。报道称，除了2场明确提及降温、持续降雨具体原因之外，其余8场在公告中均以不可抗力、不可预见原因、因故等表述作为取消理由。真实理由是什么？肯定不是这个，不是不可抗力。4月20日，毒蘑菇音乐现场在微博发文称，今年市场的下行趋势有点超乎预期。就是音乐节，杭州大块文化创始人、西湖音乐节主理人马武向媒体分析，他说没有哪一个音乐节品牌愿意随便取消演出，因为这不仅严重损害品牌形象，也可能影响日后报批。既然取消代价不小，为何主办方仍然选择按下暂停键？微信公众号有个专家解释说，演出取消80%的原因都是因为票房太差。你看看，根本原因是票卖不出去，只好取消。为什么卖不出去票呢？我们接着看，原定3月底举行的佛山草莓音乐节为例，虽然艺人阵容谈不上顶级，但具备一定的票房号召力。佛山草莓音乐节的海报显示，参赛歌手包括中国大陆人气创作歌手毛不易、香港歌坛天后杨千嬅等。南都娱乐也曾引述与中国头部音乐节合作多年的不具名业者说，一场音乐节在开票之前，主办方通常需先预付艺人至少1半的演出费，场地和设备定金也是大笔支出。举办方在开票后发现回本无望，只好断臂求生。也就是说，主办方先要花成本，给这艺人要付1半的钱，完了场地乱七八糟钱都花了，开始卖票。结果他卖票没有达到预期，他情愿把票退了，取消这次音乐节，叫止损。因为毕竟只给艺人付了1半的钱。如果你要音乐节如期举行，你票也卖不掉，你这艺人的钱你要给人付齐，场地费乱七八糟的多了去了，那后面还要花费。所以取消音乐节都是没有办法，叫止损，断臂求生。这个文章说，取消音乐节的决定背后，成本压力是关键因素，其中又以艺人出场费最受关注。音乐财经分析，一支在音乐节中偏后时段出场的乐队，今年的出场费比去年涨了10万元人民币。若一场音乐节单日安排10支乐队，暂且按每支乐队平均涨10万元计算，仅艺人成本就比去年多出至少100万元。马武说，从23年音乐节爆发到现在，多数艺人的身价都翻倍了。他补充道，艺人报价高低并非关键，更重要的是票房号召力是否与身价匹配。以前请某个艺人花20万元，大概能卖出2-3千张票，可他要价400万元时，票房号召力也需对得起这个价。简而言之，艺人出场费越来越贵，票却不一定卖得很好。在此背景下，部分舆论开始将矛头指向演出艺人。有网民吐槽，平日一些连小型现场演出场地都难以撑票房的音乐人，却能在音乐节拿到高额酬劳。也有人直言，若出场费继续水涨船高，最终可能是主办方与艺人一起玩。这个报道把这个指向艺人的出场费身价涨了，我觉得这个是原因之一，这个不是根本原因。为什么？一个主办方，我知道主办方他在主办策划音乐节的时候，他要测算，对吧？我请哪些人，这些人都会报价，这些人不会临时加价的，提前会报。他来演2天或者演1天，你得给多少钱？
组委会他就会把这个成本算完之后，他再算票价，他的预估能卖多少票，他一算合适，他才开始，这是策划呀，这要计算的。也就是艺人并不是临时加价，他提前就报了价了，那组委会这些主办方早就算好了，唯一没算到的就是票卖不出去。本来预计能卖2万张票，2万张票，一张票300块，600万到手，但是很遗憾，他只卖了2000张票。一般的是刚开始头一天放票的时候，就要能放出去2万张票，一般的第一天他就能卖掉1万张，后面再慢慢卖。但是如果第一天他只卖了3000张，不好意思，不达预期，赶紧止损。所以说问题是出在消费者不买票，不愿意再为掏钱了。艺人的出场费为什么涨？大家也知道，从2019年开始，音乐节那时候才100多场一年，到2023年是500多场，平均一天恨不得2场。全国哪有这么多乐队啊？这些乐队，这些艺人，那可不是水涨船高吗？这么多地方都要请他去，他当然要涨价，所以他的身价就在涨。但是他的身价就是欢乐总是短暂的，身价还没涨2年，才涨2年，遇到了消费遇冷，韭菜不买单了。你音乐节的票价越来越贵，越来越没啥意思，请来的都是一些什么人？滥竽充数，年轻人也不傻，上个2次当就算了。所以你看，根本原因是消费降级啊，大家赚钱难了，对不对？花好几百买票，所以这个音乐节在过去10年里面是越来越火，终于到了一定地步戛然而止，跟所有的其他行业一样，被泼了一盆冷水。这个冷水不是艺人的票价出场费高了，也不是什么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没钱，不愿意花钱，消费降级，票卖不掉。去年在安庆这个地方好像是有个音乐节，好像也请了一些名人来，当然我没有去看，我也不感兴趣。但是我在刷视频的时候就看到那音乐节现场，也不能说门可罗雀，反正人不多，我估计是赔钱的，因为有人在居民楼20层上面往下拍照，那整个现场都能看见。最火的时候我看也就是围着舞台那边有些人，你说能卖多少张票？安庆这个地方3、5千、3000块钱就算基本的收入，那真正有多少人愿意掏钱去看那个演唱会？外地人谁跑这儿来，跑这么远？那个明星有那么大的号召力吗？他很多明星来就是露个脸，唱2首歌就走了。所以音乐节这种形式就越来越就不景气。这是第二个。还有一个什么原因？还有一个地方政府，以前地方政府就特别喜欢在文旅上面做文章，显得自己这个地方人气旺。因为别的地方是文旅的搞得有声有色啊，你比如说淄博烧烤，别管他挣不挣钱，他老上头条，一上头条，这不就是知名度高吗？甘肃的什么麻辣烫，哈尔滨的什么这个冰雪大世界等等，它就是文旅这种项目。有的地方什么龙舟比赛搞得好像挺火，所以各个地方的文旅都有压力，那自己得想辙啊，那没办法，不行就搞音乐节，借助明星的这个影响力来拉动人气，拉动客流。那既然这样，那很多地方政府他就在音乐节这块他就会做一些补贴，这个大家能理解。你看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说，除了成本越来越高，音乐节的支撑力量也在发生变化。众多3、4线城市，那比以安庆为例吧，举办音乐节背后都能看到当地文旅部门的身影。文章引述一名线下演出投资人说2023年音乐节中有1/3的主办方是当地政府或相关部门。那这个就不难解释了，对吧？是由地方政府文旅部门牵头搞的。那现在你看看各个地方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地方财政压力这么大，哪还有钱去搞这个呢？而且如果不赚钱，挣钱他还可以干，不挣钱地方财政还能花钱吗？给韭菜搞堂会。随着各地财政压力加剧，地方政府在分配文旅资源时更加谨慎。有观点认为，一些地方文旅正从音乐节转向足球赛事等体育活动。对了，以江苏为例，人家搞城市足球联赛，没请明星，也没花钱，人家照样搞得火热，流量更大。你还请明星来，对不对？完了还赔钱。所以说这个
城市足球联赛这种类似这种形式替代了音乐节。这股热潮已蔓延至中国多地，也就是这样，音乐节不是地方政府文旅部门的这个唯一选择了，对不对？人家可以选择足球赛或者其他的赛事，你看看花钱少也有流量。另一方面，乐迷对同质化阵容也日益产生审美疲劳。有业内人士指出，中国不少音乐节至今仍停留在看明星阶段，同一批热门歌手频繁出现在不同城市的音乐节，观众新鲜感自然下降。有网民抱怨，现在音乐节大部分都是排列组合那几个，爱看音乐节的人基本都看过好几遍，会有人一直买单吗？中国音乐节退烧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消费环境的变化。过去音乐节承载了疫后情绪释放、社交补偿与报复性消费的需求，但随着那股想出门、想热闹、想及时行乐的消费热情逐渐退出，不少人开始更谨慎评估一张均价几百元的音乐节门票到底值不值得买。据微信公众号4月1日消息，票务平台大麦音乐节页面显示，2026年泡泡岛音乐节福州东南站最高票为 VIP， 单日票价888元。2020年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也是高级票种，就是单日最高票高达799元。你说说，谁神经病花个880跑去？现在性价比，你反过来你看个明星演唱会，就这对比嘛。这个什么陶喆、汪峰、崔健等歌手演唱会，票价也在380至880之间，也就是你要去看个明星演唱会，恐怕也还到不了这个，也就是音乐节的票价也不便宜。在经济前景不明朗、收入预期偏弱的背景下，年轻人不是不肯花钱，而是花钱前会想得更多。要是阵容没新意，票价越来越贵，再加上交通和住宿开销不小，音乐节自然不会是他们消费的首选，对吧？又一个消费恐怕很快就要歇菜了，又一个行业也没过3年好日子就要走下坡路了，这就是音乐节。实际上，关于音乐节为什么遇冷，你可以找出4个理由、8个理由，但是归根结底是年轻人没钱了，大家花钱都要在那计算。这就是消费降级、消费熄火。年轻人为什么没钱？刚才咱们视频开头就介绍了消费遇冷。实际上，这个年轻人没有钱，跟他的就业也有关系。年轻人的工作都没有，你在家啃老，你还好意思拿钱去追那些明星吗？去看这个什么音乐节吗？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二今天公布的分年龄组劳动力调查失业率数据显示，3月不包含在校生的16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 16.9%， 较上月上升 0.8个百分点。你要知道这个失业率上升 0.8个百分点什么概念啊？这是中国青年失业率现在已经 16.9 了，比上个月增加 0.8个百分点，也就是年轻人就业更难了。你还指望他去看演唱会是吗？花钱买票什么音乐节？去年8月，中国青年失业率曾升至 18.9%， 创下自2023年12月调整调查口径以来最高水平。此后，这一数据逐渐下降。去年8月创新高，有调查口径变动以后，去年8月达到新高很正常，因为是大量毕业生一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到新高，后面慢慢找到工作了，慢慢的就降下来。结果这按理要降到7月份，降到6月份，就一直这么降才对，或者是稳住。到8月份、7月份又开始升，因为那就是新的一波大学生毕业，又找工作又找不到，这失业率又上升，应该是这么一个波动过程。但是今年是3月份就开始上升了，也就是说很多人根本就找不到工作了，到3月份就已经升到 16.9%， 连续6个月的下降。这不光是这个16到24岁的、25到29岁的和30到59岁的劳动失业率也是在上升的，环比分别上升 0.5 个和 0.1 个百分点。25到29岁的失业率是 7.7%， 30到59岁失业率是 4.3%，
3个年龄组失业率分别高于2025年同期，就是跟去年同期相比，高了0.4、0.5和0.2个百分点。要知道一季度咱们 GDP 是5%超预期，但是失业率还在上升，这个就正好应对了叫无就业繁荣，一边是 GDP 增速很快，一边是失业率上升。你说在这种背景下，你还指望年轻人去花钱买音乐节门票吗？所以你看这个音乐节取消推迟的就越来越多，你就发现票卖不掉，失算了。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消费到什么程度。最后我们再看看有媒体整理的，就是咱们居民的财富。这个我们经常说2025年年底或者是2026年第一季度，咱们的居民存款160万亿，又是增长了17万亿。但是这钱到底是谁的？短短的几个月，我们人均一个人又多存了1万块。如果真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多存了1万块，那不至于音乐节的票卖不掉，对吧？你说一个20岁的年轻人，他手上多了1万块，他能不去追星吗？能不去买这个音乐节的票吗？说明这1万块并没有到他头上，只是平均到他头上，实际上他没有。真实的数据，2%的家庭拥有80%的存款。全国有5.6亿人银行存款为0，也就是银行没有存款。5.6亿人，你这个挺吓人的，你敢相信吗？5.6亿人在银行里没有存款，存款超过50万的家庭仅占0.37%，什么概念？这是家庭为单位，你的家庭存款超过50万的不超过0.37%，也就是1000个家庭只有4个家庭存款能达到50万。我这说的都是现金，不算你的什么房产、汽车、矿，说的是你银行里现金。全国家庭存款中位数只有8.7万，也就是你们家家庭存款，你们家存款超过8.7万，你就超过了全国一半的家庭。你说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全国一半的家庭存款不超过8.7万。我记得以前有专家说，中国人哪个家庭还不能随随便便拿个50万，随随便便拿个10万的家庭也超不过一半呢，对吧？一半的家庭拿不出9万块钱存款。但你把这些数字记住之后，你就知道为什么消费在降级，为什么大家勒紧快乐，为什么怎么刺激大家就不消费，消费起不来。你说一半的家庭的存款只有8.7万，你说这个家庭他有孩子要上学，老人要养，要防止生病，而他的存款只有8.7万，你说他怎么可能去消费呢？他只能馒头加榨菜，只能勒紧裤带，越勒越紧。一半的家庭存款只有8.7万，5.6亿人银行里没有存款，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说在这种数据面前，你个音乐节熄火那不是正常的吗？各行各业都要熄火。国家统计局给的数字，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一年是29476元，它这是统计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不到3万块一年一个人，月均是2456元，月均支出不到2500，你让他掏好几百去买个演唱会门票，确实有点强人所难，有点高估了，有点乐观了。这个2400多2500块钱吃住穿衣食住行都包括，水电费、煤气费、通讯费、流量费都得算里面，一共才花不到2500，这里面还包括什么节假日出行。所以说为什么说你看节假日出行人均一天花费不到100块，这可不，他一个月才花，全国人均消费是2400，也就是一天只有80块钱，80块钱包括你的衣食住行一切。所以真相就在这数字里面。为什么消费不畅，消费低迷，怎么刺激越刺激它越低？为什么餐馆都在倒闭？中餐馆人均只有不到50块，40多块钱人均消费，你敢想象吗？归根结底说来说去就是收入太低，失业，没有工作。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